大家好，那目前送到三总这5位的长官，那病情目前生命迹象都是稳定。那除了身体上面皮肤有一些挫伤、擦伤，还有一些撕裂伤，那有些长官可能脊椎、腰椎跟胸椎有一点骨折，但是至少目前大概都不需要开刀。那有一位长官会先到加护病房做观察，那其他的长官可能继续在观察跟做一些检查跟治疗，所以目前他们的生命迹象是稳定的。那也谢谢媒体朋友的一些关心，那国防部也都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，我们一定尽量救治我们的官兵。谢谢。这个院方除了在身体上，是不是有另外组一些心理上的一个照顾？的一个医疗计划是都出来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大概有精神科的医师、我们的社工跟心理师来帮忙病人，还有病人的一个家属来抚慰他们的心灵。OK， 可以讲一下那个比较严重的那个加护病房是哪一位吗？是那个黄佑明长官。那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是行动比较不便，那他也有就是腰椎的第3节、第4节，还有胸椎的第12节及左侧的肋骨7、8、9、10节有骨折，所以会到加护病房先观察及治疗。那陈映竹的状况如何？陈映竹目前的状况也算蛮稳定的，虽然左脚有一点水肿，目前的检查看起来没有骨折，但是还是要进一步再观察看一看，做电脑断层再去做确定。因为目前5人都是清醒的吗？都是清醒的。OK， 好，谢谢。